好多人以為偏頭痛係好小意思，痛一陣間就冇事，其實可能係三叉神經受壓嘅警號。從中醫嘅角度，面部嘅疼痛同偏頭痛一樣，都同經絡不通、血氣阻滯有關。長期壓力大、姿勢唔正確，都會導致頸部同面部嘅血氣瘀滯，不通則痛。如果仲有腦部血氣不足嘅情況，更會影響眼神同精神嘅狀態。無論係偏頭痛定係三叉神經痛，及早調理氣血、疏通經絡，都係可以預防痛症惡化嘅。可以試下每日按摩下關穴，下關穴就喺耳仔前方嘅凹陷位。如果張開口，嗰個凹位就會突出嚟，要閉口取穴，又或者可以用食指或者磁力按摩頭按壓繃緊嘅疼痛肌腱，就會冇咁痛、冇咁痹㗎啦。